推廣本地出版書籍及閱讀文化計劃已經成功踏入咗第6年。自2020年推出以嚟，一直致力於支持本地作家同埋本地出版書籍，透過同康文署嘅合作，配合智慧圖書館系統嘅發展，令大眾更加享受到多元化嘅圖書館服務。推廣計劃至今已經成功數碼化咗85000本喺香港嘅公共圖書館嘅藏館裏邊本地書目資料啦。當中包括書籍摘要啦、作家簡介啦、預覽章節等等。參與嘅出版單位超過280個，相關嘅作者超過29000位。本地書目資料喺香港公共圖書館嘅網站瀏覽量更加累積超過2億3千萬次。推廣計劃更加喺2023年為香港公共圖書館嘅快閃電子書平台提供本地電子書。今年系統更加升級咗，同埋推出咗電子支付功能，帶動業界積極參與，善用電子平台，齊齊推動本地出版界嘅發展同埋數碼轉型。透過善用數碼轉型，全方位支持本地出版界同作家，促進出版業嘅繁榮發展，同時激發更加多嘅年輕人投身創意產業，共同推動本地文化嘅創新與傳承。數碼轉型，齊齊推動香港優質閱讀文化。